台南市争取多年的第一条捷运南线总算核定，市府目前嘛正超前部署，包括后续的通报工程、甲着专案管理，嘛将陆续来办理发包。议员朱正轩希望市长会用在伫个任内来动工。总统那天去看那个信营看那个风灾的时候，是他有提到说希望动工，总统都这样讲了。市长一定是全力以赴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捷运南线市府拼115年底实质来动工，不过伫个前期的公车、甲着候车亭以及人行道、泊车道的规划，议员朱正轩嘛希望伫个时间期间莫去占用压缩。对此，交通局长嘛回应，因为施工是采取分段施工，对着车道的配置。到时会有完整的交通维护计划。我觉得捷运施工期间你把车道外推了，那 B 车弯就变成机慢车道了。所有的那个公车啊，还有临停的车辆，它可能会直接就是压在机车道上。是，所以如果我们用车种分流的话，机车它被压在最外面，它一定常常要面临这一些问题啊。是，谢谢议座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你干脆在捷运施工的期间，你也说了就是那段期间而已嘛，而且是分段施工嘛。是，你那段期间，你是不是干脆就不要再有机慢车道了？你该有的那些原本的路肩的一些标配，你应该要留着。你不是让机慢车道直接跟所有的停车的需求全部冲撞在一起。好，全长8.3公里的捷运南线，经过永康、东区到仁德，总经费327亿外，工期大约是6档。沿途将设入10个站，议员希望配合捷运南线的升级工程，会用个重新找回永康中华路的人行道。台南新闻林英根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